又嚟到新一集家居收藏小百科。今集文青少少，同大家講下書。相信大家都曾經試過執書櫃嘅時候，發覺心愛嘅書籍爛咗，書頁裂開，甚至乎發黃有蟲蟲。我嘅做法就係噔噔噔噔殺蟲水。喂，你唔好亂嚟啊！吸入過量嘅殺蟲水會對人體有害㗎。書籍同埋衣物一樣，都要小心保存。館長，你喺文物修復辦事處處理過唔少文物，一定接觸過好多嘅書籍同文獻，可唔可以過翻幾招俾我哋啲觀眾，等我哋可以好好地保存心愛嘅書籍啊？就好似醫生咁，同病人睇病之前要清楚掌握人體構造，所以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書籍嘅結構。一本書最基本由封面、書頁、封底、書脊同書後組成，而精裝書相對更複雜，會有橫襯、襯頁、飛頁、書後布等。書籍最常見嘅破損會有書槽開裂、書脊缺失、裝訂書絲鬆脱同書頁開裂同缺失，而呢啲通常都係唔小心使用造成嘅。唉，我不嬲都對啲書好溫柔，但係有時太好睇，睇得多揭得多，好易就爛。咁你睇書之前有冇先洗手，清潔咗手上嘅油脂，再抹乾雙手，保持雙手清潔同乾爽。仲有啊，我哋仲要好溫柔，慢慢輕輕咁逐頁揭書，咁就可以避免書頁嘅受損。哇，溫柔過對我啲模型喎。咁但係如果書頁裂開又點算呢？可以用小麥澱粉漿糊同薄紙條修復簡單嘅開裂。咩係小麥澱粉漿糊啊？小麥澱粉漿糊係我哋修復紙質文物嘅時候，成日都會用到嘅一種黏合劑。簡單啲嚟講，係用小麥澱粉整成嘅漿糊。因為佢嘅製作方便簡單，可以自行調製，唔會加入未知嘅化學添加劑。操作容易之餘，黏性仲好持久，唔會傷到書頁，而且可逆性仲好高。喺必要嘅時候，可以用水鬆開黏合處，去除修補物料。原來係咁。我知道環境因素，例如相對濕度、溫度、光照、空氣污染物同塵埃等，都會影響書籍嘅保存。觀眾又可以點樣注意同保存呢？冇錯，塵埃都係其中一種加速紙張老化嘅源頭，所以我哋需要定期吸塵清潔同埋翻動書籍，避免積聚灰塵、霉菌同害蟲嘅滋生。我哋仲要保持環境乾爽，唔可以太濕或者太熱，避免陽光直接照射到書籍。除咗環境因素，大家仲要小心咁擺放，避免折巢書頁或者令到書脊過分受壓，導致書籍變形。原來保存書籍都大有學問。今次家居收藏小百科又學到嘢啦。時間差唔多，好多謝館長同大家分享保存珍藏書籍嘅小貼士。下次再見。